大家好，我係保德信嘅投資移民策略師菲力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作為從事香港金融投資移民近20年嘅專家，都覺得幾乎冇可能嘅續簽案例，就係小朋友個受養人簽證斷咗簽，被入境處拒簽咗4次嘅一個案例。張小姐早年通過投資移民攞到香港身份，個女都一齊有受養人簽證，問題就喺後面，因為家庭原因，個女冇及時嚟到香港激活簽證，等到需要續簽嘅時候，簽證已經過期失效咗。即係大人順利過關，但個女嘅申請入境處直接回覆無法受理，簽證斷咗，等於身份資格都可能冇咗。之後2年，張小姐自己試過3次申請補救，全部被拒。拒簽記錄疊加，其實已經係一個非常不利嘅信號。佢揾到我哋嘅時候，我好坦白同佢講，呢個已經唔係一般補充文件可以解決嘅問題。我哋團隊都一致認為呢個案件難度極高，但都決定同佢搏一次。我哋嘅前入境處主任文案同律師開咗1次會，一齊研究，通過信件遞交咗第1字嘅解釋，可惜都係被入境處拒絕通過審批。但呢次拒絕反而等我哋確認到一件事，入境處拒絕嘅核心係喺合理性是否成立呢個觀點。於是我哋翻查所有記錄，終於揾到真正嘅突破點，就係我哋重新喺年幼孩童嘅特殊角度出發，包括過往嘅醫療記錄、照顧安排，以及發出孩子喺當時嘅年齡下是否具備自行履行入境義務嘅能力。我哋遞交咗第2次嘅解釋信，邏輯比第一版更克制，亦都更精準。點知入境處主任竟然直接打電話俾申請人，叫佢自己取消申請，仲話唔符合標準，唔好再申請啦。呢個操作好少見，張小姐當時好大壓力，差啲想放棄。但我哋知道，如果依家放棄並接受入境處提出嘅方案，等同承認前提錯誤，前功盡廢。我哋決定據理力爭，幫客戶爭取到底。最後喺2025年7月成功獲批申請，4次拒簽幾乎被勸退，但憑住專業、恆心同唔放棄，我哋終於幫佢攞返香港身份。我一直覺得呢類案件嘅價值唔係喺成功，而係喺提醒我哋一件事，就係好多續簽永居案例所謂唔可能，其實係判斷邏輯或者細節冇被好好講清楚，揾出嚟。你哋嘅續簽或者受養人簽證上高遇到棘手嘅問題，隨時可以聯絡我哋保德信，我哋專治各種疑難雜症。